優雅說話的力量，作者金志允。當我哋嘅大腦感知到危機嘅時候，身體亦都會即刻做出反應，可能會坐立難安啦，手心冒汗，呼吸急促，甚至因為過度緊張而口窒窒、語無倫次。呢啲就係所謂嘅說話焦慮 ABC 現象啦。接落嚟，我要話俾你知一個重要嘅秘訣，唔係教你點樣完全消除呢啲生理同埋心理嘅反應，而係教你哋點樣管理佢哋。亦即係話，即使你內心淨係感到不安，亦都可以喺其他人面前令呢一啲 ABC 現象唔係咁明顯，唔係咁容易被察覺。說話焦慮的 ABC 現象雖然係人之常情嘅，但係並非係冇辦法調節嘅。要預防呢一啲焦慮現象發生，其實有個簡單但就非常有效嘅方法，嗰個就係呼吸啦。當你可以好好呼吸嘅時候，緊張同埋不安會喺不知不覺間得到舒緩。深深咁樣吸氣，令到充滿氧氣嘅空氣灌注全身，你會感受身體逐漸恢復活力。吐氣嘅時候，隨住二氧化碳排出體外，副交感神經開始啟動，身體漸漸放鬆落嚟。當身體放鬆之後，焦慮同埋不安嘅情緒亦都會隨之平靜咗好多。似係咁樣透過呼吸令到身心鎮定落嚟嘅技巧，被南非心理學家約瑟夫·沃爾普稱之為互相抑制的原理。佢嘅理論就指出啦，人嘅心理同埋身體之間為咗維持整體嘅一致性，會彼此牽制，互相影響。你試諗下，當你嘅內心焦躁不安嘅時候，身體點可能輕鬆自在呢？相反，當身體不適嘅時候，心情亦都好難平復。我哋要做嘅就係反過嚟運用呢一個原理。當你因為發表而內心焦慮，身體出現緊張徵兆嘅時候，先由穩定身體着手，令心情跟住安定落嚟。呢一個就係呼吸練習嘅核心原理啦。當身體不安反應被抑制，心理嘅焦躁亦都會自然減弱。呢個時候，就算仲保留住一啲啲緊張感，亦都唔至於令人察覺或者係失控嘅。事實上啦，我經常對嗰啲喺發表或者係講課之前極度焦慮嘅人就會講一句：好好咁樣緊張一下啦。因為呢，適度嘅緊張本身就係一種動力，亦都可以令你嘅表現更加專注。但問題就在於，當緊張過咗龍，演變成為強烈嘅恐慌、呼吸急促，甚至係成身冷汗嘅時候，就需要借助呼吸嘅力量，令自己慢慢咁穩定落嚟。具體嘅做法好簡單嘅啫，眯埋對眼，感覺空氣由鼻尖滑入，經過喉嚨一路咁進入體內嘅深處，令到氣息充滿成個腹部。接住感受空氣由腹部回流，經過心口、喉嚨、谷鼻，最後輕輕咁掠出雙唇吐出。咁樣一吸一呼算係一次，唔好多，亦都唔好少。專注咁重複3次去感受成個過程。當你擘大眼嘅時候，你就會發現不安感已經慢慢咁緩緩退去，留低嘅係剛剛好嘅，足以成為你助力嘅嗰份適度緊張感。所以記住呢一個小小嘅習慣，當下一次你又企喺台上心跳加速嘅時候，提醒自己先呼吸，深吸一口氣，再慢慢咁樣呼出，穩住身體，亦都穩住心情。